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1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最近關於樓市的消息非常多樓市也是不停的有這個一些詭異的現象昨天房地產板塊詐屍，今天網上就各種傳言說樓市要漲了，再不買來不及了。我們一會兒仔細說道。我們先看房企消息首先是這個中國房地產報報道雅居樂被陳請清盤。據了解，4年前，新濠國際發展雅居樂集團以38.2億元總價競得廣東省中山市一幅土地，約定合作建設一個大型文旅生態綜合體，但截至目前，該項目仍未有開發跡象。據新濠國際發展透露，由於雅居樂集團未能遵守合作協議中的若干條款，該公司已向其發送了終止合作通知，要求其承擔相應責任並追討相關款項。就是這個新濠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提成清盤申請，涉及總額0.19億美元和223.4萬元的未付款项。清盤申請就是破產清算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恆大暴雷4年以來，房企是日子越來越難過，房企的日子沒有好起來。天眼查法律訴訟信息顯示，12月10號，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新增2條恢復執行信息，執行標的合計35.7億餘元。風險信息顯示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現存410餘條被執行人信息，被執行總金額超過715億基本上就是死翹翹新黃河報道說，曾被稱為催收巨頭的湖南永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就是討債公司他專門討別人債的催收巨頭準備上市的，當然現在已經更名湖南永雄裕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永雄集团根據媒體報道現在也是遇到資金流要斷，面臨着現金壓力一個催收公司居然把自己催破產了，你說這個經濟形勢怎麼樣吧？12月10號，永雄集團再度發布公告，將其位於長沙的總部辦公大樓掛牌價格從7000萬元調降至6000萬元，而距離該資產首次掛牌僅僅過去3天，3天內降價1000萬元，降幅超過14%，同時要求交易必須在12月20日前完成。如此急促的實現變現節奏，在商業地產市場並不多見，也折射出企業資金鏈已緊繃到臨界點。就剛掛牌3天以後，立馬又降價1000萬，就急着要成交，還有8、9天時間，說明這個就是缺錢一個催債的，居然把自己催成這樣，這個經濟形勢怎麼樣？這有點像那個香港的黑社會破產，你說怎麼弄？這叫一言難盡不光是這個催債的這個深圳商報報道說7折起拍仍遇冷。12月10號晚間，四川深達林業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深達林業那是守着金山銀山居然也要破產。他發布關於訴訟事項進展公告，公告披露，公司名下位於成都的核心辦公樓在淘寶網司法拍賣平台首次拍賣因無人出價而流拍，這可是在成都的核心資產核心區域的辦公樓該房產起拍價1078萬，較評估價折讓3折，也就是7折萬出賣，沒有成交。與此同時，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引來部分進展，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深達林業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東華正街辦公樓，並對該房產進行公開拍賣，把這個房子賣掉，給那些投資人賠錢。因為他是胡適他虛假程序，也就是業績造假吧，被人告了要賠錢賣房子，但是打7折賣不掉，就說明这個市場已經到什麼程度了，動到了極點，對吧？連收債的催收的公司，对吧，都要破產。那另外一個新聞就是今天萬科又是股債雙殺，果然是帥不過3秒。昨天對吧，這個萬科一下就漲停了，而且巨量的封單封在漲停板上，然後這個債券也是漲了20%、30%，港股這個萬科漲了18%。昨天我在節目說了吧，撐不過1天呢，帥不過3秒，最佳這個逃跑時機。你看今天股債雙殺，今天就有好多小作文各種傳言就出來了，然後那些炒房的也開始歡欣鼓舞資本市場最敏感，對吧？他就趁這個消息拉一波，趕緊就跑，最後就留那些昨天追板的人、追漲停板的人
倒霉了，全部被套。为什麼說這帥不過3秒呢？因為這個大的行情啊，大家都知道，現在什麼一個行情，不是說你出一個政策，這個房價就能穩住，就能掉頭向上。咱們一直說的吧，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政策，說開個會給你餵一粒藥，馬上就能好，那我只能說你這個你為什麼早不餵呢？為什麼到現在那麼多年輕人都破產了，你再餵？那你誠心不是害人家嗎？為什麼不早餵呢？為什麼恆大一爆雷的時候不餵呢？對吧？你說這4年有多少老老實實的那些剛需房，那些年輕人，就是因為到了結婚年紀，就是因為對吧，他孩子剛生下來要上幼兒園，人家被逼的吧買套房，多少這樣的人現在破產，房子都賣不了，都是還得貸款賣房啊。這個時候你說我給他一粒藥他就好了，那只能是拉仇恨呢。你為什麼不早救呢？你看這是不是個悖論呢？所以還有好多人迷信這個政策那個政策能馬上啊就能怎麼樣，出什麼政策它只能是延緩，對吧？改變它的航向，就是改變它的航速，對吧？不能脸朝下直接砸下来，那稍微慢點。那這個過程中呢，有些人能夠逃生，对吧？有的人当机立斷呢，手疾眼快的，心狠的能逃生，折胳膊折腿。但有的猶猶豫豫的，他就被套死在那兒。網傳啊，這個政策我來分析分析啊，這個最大的力度就是貼息。貼息首先啊，就是拿大頭的錢去救個別人。這個也不說了吧，反正最終受益的是大家嘛，這咱就不說那麼細了，對吧？你財政部貼息啊，然後貼給誰呢？貼給那買房的。那財政部的錢是大家的嘛，大頭的嘛。那買房的是個人，對不對？你不就拿大頭的錢貼給個人嗎？這無所謂的吧？因為真能穩住的話，反正大家都受益。問題是什麼呢？網傳啊，一年要拿4000億出來貼息，那你要貼多少年？首先第一個，我這按揭貸款可是30年的，你要貼30年嗎？還是說貼3年？還是貼1年？你要貼1年貼3年，我憑啥呀？我問那點零頭那點甜頭我去買房是嗎？要貼30年的話，這是個長期戰略啊。那我們做計劃都是做5年的，5年規劃嘛，他沒有哪個規劃是做30年。我不清楚啊，就是這都是傳言，對不对？那你說怎麼貼吧？這第一個就是貼多長時間？你要貼2年3年，貼5年，我相信啊，那就相當於你沒貼，人家不願意的。你給我貼5年利息，我為你那點我去買房是嗎？第二個啊，貼息範圍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貼起？哎，這個問題很嚴重啊。我已經買房了，你貼不貼？還是說你從對吧？2026年1月1日起貼，那個時候以後買的房都貼，以前買的房貼不貼？對吧？這就問題就來了，你知道吧？如果說啊以前也貼那還好，但是那你說以前全部貼的話，實際上你這就相當於撒胡椒面，一共才4000億，僧多粥少，對新買房的人來說，這好像力度也不大，你能貼多少呢？對吧？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把以前買房的对吧，這10幾年買房的，因為好多人我這是2018年買的房，還有2015年買的房還在還按揭貸款呢，對不對？那我這你也得貼啊，你不貼嗎？那你算算賬吧，那4000億那就像撒胡椒面一樣，那就刺激力度更小了啊。如果你說好，我只貼1月1號買房的，以後買的房啊，管你是新房還是二手房，對吧？這裡面有分新房二手房，買新房貼息，買二手房貼不貼？好，你說買二手房也貼，那行，只要貸款就貼。那問題來了啊，那你這直到你政策下來之前，從現在開始，你說那個開發商還賣得動房子嗎？一套都賣不掉，你後面你這段時間賣房就是清零，你知道嗎？或者明年1月1號買房就貼息，現在買房不貼息，我現在買房幹啥？我不能忍是嗎？我就是想買，我也得忍啊，我要忍到你這個政策下來啊。你政策哪天下来啊？說不定2月份，說不定3月份，等到你3月下這個政策，那這3月之前就沒有成交啊。你房地產開發商都被害死了。大家知道房地產開發商這就不能現金流不能斷，你就指着賣房子，對吧？一個月賣幾套，賣多少套，回籠資金，結果你這一下你就相當於啊，把人這幾個月的銷售沒了。我看來啊，政府應該及時闢謠要出來的吧，澄清，否則的話開發商真不會被害死啊。你要是明年3月說貼息，傳言啊，大家一旦信了，你說誰還現在買房？你這不僅不能幫開發商，反而把開發商給整死了，導致他違約，導致他現金流斷了，沒有這麼幹的。所以我說這是個謠言的，对吧？或許未來會貼啊，但是這個弊大於利，對吧？要麼就是撒胡椒面不起作用，要麼就是形成一個預期，叫擠牙膏式救市啊，導致大家還要等，我越往後我越占便宜，是吧？等一等又能便宜，又有優惠又有補貼，那就接着等吧，形成了一個心理預期啊。我們再換個角度說啊，房價為什麼跌到現在？這樓市為什麼低迷？房價為什麼跌？是原因是什麼？它根本原因是什麼？是利息的事嗎？我想大家能得出結論吧？它不是利息的事啊，不是利息的事，你從利息上下手，這不就是你沒找到根本原因嗎？那頭痛你一腳有什麼用啊？不是你刺激一下這個大家就會去買房，你貼息也是刺激嘛。再另外一個啊，對房企來說，那該倒閉還得倒閉，該破產
產還得破產，為什麼呢？這個就像那個新能源汽車一樣的，國家補貼的吧，你買新能源汽車，等到這個補貼一停，大家就不買了。但是你解決了這個產能過剩問題了嗎？沒解決啊，甚至有的這個汽車廠商趁着你補貼，它擴大產能，对吧？還加大投入，生產更多，實際上你是加劇了，对吧？這個結構性的矛盾。等到你補貼一停，那個更多的廠商就等着暴雷。房企一樣，對吧？你補貼刺激了別人買房，但是你補貼一停，房企手上的房子他拿着地，他還要蓋啊，他還是面臨着賣不掉啊，你還得刺激，你不刺激他還賣不掉，賣不掉他就更加陷入絕境。這個房企啊，那你說房企不開發行不行？那也行啊，对吧？你那些像那种面粉厂停产了，你停产了那么多职工，对吧？要不就裁掉压縮，最後得万科的時候那就是退市，你肯定是虧損的，連續3年虧损你就退市吧，最後還是破產，對吧？这是關於貼息的傳聞啊，這玩意你一看就不靠譜，這就是貼。我相信啊，這個我想一想，他貼30年，那這怎麼保證呢？貼短了你又不幹。第二個傳言就是說什麼啊，1萬億收儲，這個傳言已經，對吧？這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如果這一招管用的話，那就早就用了啊，這是前年傳的，對不對？各個地方政府也在收，但是收效甚微。你收儲並沒有改變供給關係，對吧？你把房子收去了，你也不是把它炸了拆了，你房子收去了，你還得賣，還是出租啊，還是提供別人住啊，而且這個實際操作也非常困難。那房子東一個西一個的，一個小區裡4套房8套房的，你怎麼管呢？你的管理成本非常高，無論你出租還是賣那就是倒貼錢，對吧？我100萬買來的，這50萬賣出去，對吧？你保障房嗎？那真正也賠錢，哪個地方政府有那麼多錢賠呢？什麼發債？還有人說啊，說這個啊，因為現在租售比合適了，現在很多地方租售比2%，這純粹都是胡說八道啊！等你能收的那個房子租售比好不了，如果租售比真的好，大家都不傻，都會算賬，你能算得過來賬，別人也能算得過來，那別人就買了，輪不着你來買。另外一個啊，把這房子收到政府手上，實際上就是又是啊做保障房，就是在滋生腐敗啊！你又得多養人是吧？這個費用可大了，那麼多資產在手上維護，對吧？這些開銷那就海了去了，加劇虧損。這個花旗銀行說啊，如果政策得當，房地產市場真正企穩還要2年，也就是你這就是政策管用，還有2年才能企穩。就是我們天天聊這個樓市，對吧？為什麼現在在下行？為什麼大家都不買房子？原因是什麼？你要找到根本原因，那叫对症下藥。所以從恆大暴雷以來到現在，實際上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在延緩，對吧？讓它不要直接衝擊，就是所謂的硬着陸。最近連着幾次啊重要的會議上面都沒有再提房地產了。房地產這個要接受現實，對吧？現實就是我們的人口出生率是吧，斷崖式下跌，對吧？一年比一年少，房子實際上是過剩。我以北京為例啊，今天我在網上看到的，這可是在北京的這差不多是核心區了啊，說北京幼兒園接連關門。上個禮拜京師實驗和平街社區辦學點突然就關了，閉園原因是因為拖欠教職工工資啊！你說幼兒園拖欠教職工工資，這是可在北京啊，和平街啊。不得不說，這2年幼兒園的處境確實不太好。現在有很多獨立外教就是因為減薪拖薪才出來單幹的，1小時100-200上門給小朋友英語啟蒙。北京的幼兒園都在關門，這就是孩子減少了嗎？再過20年，這個風它就不會加劇房地產的這個供給矛盾嗎？還有一個傳言啊，那就更離奇了啊，就說明都是不懂的人在那兒胡說八道，說中金公司給萬科啊搞了什麼市場化化債方案，也報道了這個政府，報道了上级政府一大堆的啊这個傳言，所以萬科就像那個詐屍一樣的封漲停，這個都是一些不懂的人啊在那兒瞎傳。大家知道中金是幹啥的嗎？中金它是個券商，它是中介，它是保媒拉纤的，出方案，這方案我都會出，對吧？給我幾個人，我把萬科的財報研究研究，我給他出個方案，核心是買單的，對吧？也就是金主，你得找到金主，我找不到金主。中金是金主嗎？他不是金主，他是個出方案的。他能找哪個金主呢？誰願意出來閉着眼說我來給你兜底，我來出錢，對吧？深圳國資委都兜不住了，你說誰來兜吧？中金他自己沒錢，他對吧？他只是個投行。我記得好像這個恆大暴雷也是中金進去的吧？那不現在不是在清算嗎？我印象中應該是中金啊。恆大不是廣東政府不成立了個7人小組，有券商的，有律師事務所的，有會計師事務所的，還有2個出錢的，一個是廣東粵海的吧，一個是越秀。這倆人進去一看，自己體格太
太小，对吧？自己那點錢填自己的坑還填不了呢，你填很大的坑，螞蟻撼大樹。我再舉個例子啊，什麼市場化化債，我天天講這個華夏幸福，天天關注我房地產節目的，對吧？我為什麼老是講這個華夏幸福啊？就是因為華夏幸福是恆大爆雷之前他先爆雷，他這個體量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他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他這個負債大概1000多億，他負債才1000多億啊，他爆雷以後是金主出手救他都沒救活。金主是誰啊？這個金主可不比中金小啊，名氣啊，人家是平安系啊，平安集團、平安銀行、平安保險，平安系是華夏幸福的金主，平安系來出手救這個華夏幸福，債務重組，這個是市場化嗎？結局呢？結局是4年以後啊，一地雞毛。今天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平安系起訴華夏幸福董事長王文學及股東，12月17日將在上海金融法院開庭，金主跟被拯救對象兩人，对吧？刺刀見紅，兩人開撕。12月10號，記者注意到天眼查信息顯示，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起訴華夏幸福基業控股股份公司及王某，這王某就是他實際控制人王文學啊。開庭公告顯示，本案案由為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審理法院為上海金融法院，開庭日期12月17號。據知情人士透露，王某及華夏幸福董事長王文學上述案件的具體情況未知，華夏幸福欲重整事項獲法院受理。這個就是華夏幸福4年前爆雷，然後進行市場化債務重組，而且是金主親自參與，就是平安集團成為華夏幸福的第一大股東和第一大債權人，他出手相救，現在都是一地雞毛，現在兵戎相見，對吧？法庭見。你說一個中金，他是個掮客，他也沒錢，他是保媒拉縵的，他是中介，他是投行出方案的，他出手萬科就火了。你要說是信達去了，那還靠點，就是說有點影子，因為信達他是資產管理公司的，他手上有錢啊，或者什麼長城，所以我对網上這些傳言啊，這一看都是一言假，就是都是哭笑不得啊，都是不懂的啊，在這瞎傳，對吧？你要傳這個平安系出手，對吧？或者平安系聯合，對吧？這個系那個系出手，那這他們是金主，說了他真能掏錢，這個保不齊啊，這個還有點影子。最近這個孟小蘇孟專家啊，對網上這個唱空樓市的深惡痛絕，認為這個現在樓市為什麼喋喋不休啊？這些好多人在這唱空。這個孟專家說啊，還在唱衰樓市的人不是蠢就是壞。大家看視頻啊。上海市主管部門出手打壓唱衰樓市的這些錯誤言論做得好，在樓市低迷這4年裡，許多居民的日子過得已經是苦不堪言了。現在這些人還在這唱衰樓市，這些媒體還在這裡助紂為虐。所以說起這個事兒啊，真是讓我氣不打一處來。中央早已經提了這麼一句話，叫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結果你看，打開媒體看吧，全都是唱衰中國經濟的，全都是謾罵中國支柱產業的，這怎麼行啊？他們就是為了混流量，他們才不管你的整個宏觀效應。所以对這些人要警惕啊！我們這麼多的網站辛辛苦苦的工作，原來就是為了傳播和國家不一致的觀點，原來就是為了讓這些人炒作自己，原来就是要摧毀人民群眾的信心，甚至讓人民群众怨氣冲天啊！很多事情都已經做反了，所以現在必須檢醒。最近我們看到了上海网信辦和上海公安局聯手，重點整治唱衰樓市的行為啊！這件事做得好。實際上，中央再怎麼樣去講啊，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啊，但是架不住被這種黑嘴來唱衰啊。這些人他們做的是什麼事兒呢？他們就相當於日本在失去20年之中，日本的輿論和日本的媒體做的那些爛事兒。日本的媒體正是因為多年唱衰樓市，攪得社會上烏煙瘴氣，人民群眾就被他們導偏，也讓日本的政府就難以出台理性的政策。他們發明的這個一經落萬物生的理論啊，說只有房地產這個精於沉沒才能滋養實業之海啊，還有說房地產禍國殃民，房地產是經濟的最大毒瘤。其實呢，房地產出了事，它是造成了百業蕭條，日本的實業投資減少了28%，日本的創新停滯了10年之久，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在這20年裡，幾乎是傷害了一代人他們的生活前景和生活信心。每年平均是有3萬人自殺，自殺的原因47%啊，就是還不起債和找不到工作。受害的都是低收入群體。這些苦難是誰造成的？正是這些黑嘴的日本媒体。那麼現在我們中國這些黑嘴又把日本的這套東西全盤複製過來，
甚至有一個號稱經濟學專家的人還出面講說房地產反人類啊，這些話比日本當年唱衰樓市的那種輿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越是打壓信心，越是容易贏得一些負面輿論的歡呼，用這樣的做法來獲取自己的流量。你為了個人的利益，你卻損害了居民的根本利益，損害了國家的利益。現在人民群众都知道，房價繼續下跌，傷害掉的是居民占60%家庭財富的房產價值，它已經讓廣大的居民受了害。我們雖然說到了這次低迷時間之長是史無前例，但是現在的政策力度也是史無前例啊！你看啊，對於購樓的支持方面，都已經做到了極限了啊！包括絕大部分城市已經全面取消限购，一線城市已經最大力度的放寬限购，這是取消限制性措施。再一個呢，银行已經把首付款放到了歷史最低，並且把利息也降到了很低了。这些政策已經應出盡出了，人們越來越清醒地看到，現在百業蕭條，其根本就在於支柱產業、房地產業受阻啊。但是為什麼樓市還起不來呢？就是因為這些媒體的影響，抵消了政策的正面力量。你不能那邊光給政策，這邊一批人唱衰，你再出多少利好，這邊一片黑嘴，然後呢，一些網民跟着亂炒啊，最終是讓大家都受了害啊，墮入到了資產縮水的深淵啊。現在上海网信辦和上海公安局聯手做出個很好的榜樣啊，我認為各地都要跟上，要把全國唱衰樓市的這些媒體都掃蕩一遍，要讓人民群眾恢復起對樓市的預期啊，要維護我們自身的經濟發展，維護樓市的穩定，盡快做到止跌回穩和企穩回升，把它作為這個按照中央要求辦事和維護人民群眾資產安全的高度來認知啊。現在啟動樓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樓市房價真能把它唱衰嗎？唱能唱得衰嗎？對吧？真正的做空的是銀行，是各個地方的國資委、各個上市公司，他們在悶頭把房子往出賣，對吧？這些人你不管，你還有權利管他，對吧？银行你可以給他發一道命令，不准賣房；地方國資委，对吧？給他发一道命令，房子不准賣，減少供應嘛。上市公司你也可以給他提倡的，別賣。人家真正做空的人，在這賣的人你不管，你說人家唱空，對吧？第二個你看多，那你買呀，對吧？現在都不限售，也不限購，你拿你的退休金多買幾套，吧唧貼出來，你說我今天在廊坊又買了4套房啊，看好，對吧？我在燕郊又買了3套，沒毛病啊，對吧？這叫以身作則，這不要唱多，要做多，理性分析的啊，這個不能叫唱空。但是造謠那個另外回事，對吧？這個小區本來的吧掛牌價或者是網各大中介掛的價格，比如說是1000啊，這個2萬1平米，你非說啊現在跌到8000了，這種造謠當然這是例外啊，造謠不管在哪個領域啊，對吧？你在哪個行業都不行。那專家面對那些2021年買房的、2022年買房的、2023年買房的，現在身陷囹圄，對吧？他們又被裁了，失業了，房子压在手上，房子已经貶值過半，你說怎麼辦？那些聽了專家話，對吧？這些年進去買房的，你專家不能把責任推到唱空的這兒，要就是這幫人唱空啊，不唱空，但房價不會跌，你不會倒霉的。所以說啊，這個專家叫惱羞成怒啊。今天還有個新聞啊，說是京東啊跑到香港買房，京東啊34.7億港元香港買樓，我也不多評價了啊。這個香港現在樓市啊，據那個媒體報道，它已經第4個月還是第5個月已經穩住了。對這個我的態度是啊，要繼續觀察一陣子，對吧？看它還能穩多長時間，這第一個。第二個，香港樓市如果穩住了，那對深圳、對內地的樓市啊，它有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至少創造一個好的外部環境。如果香港楼市還是跌跌不休，那顯然你就很難穩住，对吧？但如果香港楼市穩住了呢，那這給你創造了一個好的環境。那至於這個內地能不能穩住，還得看自身呢。那這個京東跑到香港買樓啊，最近還不少公司在香港買樓的，有阿里，对吧？還有那個詹勇都跑到香港買樓，這個好像也是個風氣，是吧？要引起大家的這個重視啊。那這為什麼都跑到香港買樓呢？什麼原因？但是京東我覺得啊，我預計啊，我感覺它要不了幾年恐怕要賣
賣這個樓，倒不是說他炒房啊，低買高賣。你京東現在幹啥好像都不行啊，外賣不行了，对吧？京東已經烧不起钱了嘛，没法烧了啊。他不烧钱，他的份額他就萎縮，对吧？最后慢慢的就销声匿迹退出。就是外卖这塊，京東搞個汽車是吧？現在好像也是虎頭蛇尾。京東最近這一年搞的新項目太多了啊，好像沒有一個說搞出名堂的。實際上反映出這個京東現在在掙扎，就像一個落水的人，玩命的撲騰啊，逮到一根稻草那都是救命稻草。所以照這個情況看啊，我估計要不了幾年就要拍賣吧。然後我們再看一個很重要的新聞啊，這是21世紀經濟報道的啊，說杭州房企一哥新房價回到6年前，那不就是2019年嗎？買100平米便宜40萬。濱江集團計劃於本周6首開了2個全新盤，錦上觀瀾與浩運府，預售證均價低於此前項目放風價大約3000到4000元每平米。一套房源按100平米計算的話，客戶預算可以減少30-40萬元。什麼意思啊？這房子還沒開盤就打折了，怎麼到了這個地步呢？過氣網紅城市杭州啊，這個神秘的這個濱江集團現在也扛不住了，对吧？上來先打折，說明這個市場行情啊，市場環境，這個不是誰唱空的，對吧？你孟莊家應該給這個濱江集團發一封這個聲明，對吧？不用說打折，你這不是做空嗎？就得原價賣。最近這個浙江啊，事情也不少，那個什麼浙金中心爆雷，那網上關於浙金中心爆雷有個段子啊，不知道真假，說的是一個精明的杭州大爺他的投資故事，大家聽着一樂啊。這個杭州大爺可以說每一步都踩準了啊，幸運之神。2012年正是股市低迷的時候，買了大量的股票。2015年就是熔斷那個時候啊，就是這個股票到達頂點之前全部清倉，說他賺了50萬。他清倉之後啊，把這50萬在杭州買期房，用50萬付了首付。到了2022年，房地產出現危機，就是這個2021年不是恒大爆雷嗎？2022年那個杭州的樓市還可以啊，對吧？那個時候不是我說這個過氣網紅城市杭州房價要跌嗎？水分太大嗎？他就是2022年正好他的房子滿了5年，在這個情況下他把房子賣了，净賺300多萬。你看看，這可以說這個點兒踩得多好，人生贏家，幸運兒。不過他沒有啊，按照我說的把这個300万跑到鄭州啊買一套，是不是啊？然後那200萬存銀行，然後買輛比亞迪，快活似神仙呢。他沒有，他是把這300萬全部購入浙金中心的理財產品，利息4個點。你看，讓他存銀行，他跑去買理財產品了。結局對吧？在這個3年裡面，這個大爺啊不停的追加資金，就是往這個浙金中心啊一直追加到500萬，這就是像低保老人加倉一樣的，不停的加倉。這幾年賺的利息又加進去，對吧？他自己賺的錢又加進去，不停的加倉，加到500萬。就在這個月的8號，浙金中心爆雷，大爺歷時13年的這個投資畫上了句號。13年的投資是淨虧200萬。這個網上把這個大爺的照片，在浙金中心維權的照片還貼出來了。這個故事真假難辨啊。所以說啊，對吧？有的時候是調侃啊，你跑到鄭州去買套房，對吧？200萬存這個銀行，再買輛網約車，是不是快活似神仙呢？你現在回頭看看，对吧？鄭州的房子你還在，不管值多少錢，它還在。然後銀行的200萬加上利息，它還在，對吧？也就頂多那個網約車貶值了。憑運氣賺的錢，最終啊，憑實力賠得乾乾淨淨，還倒賠200萬。我感覺這個大爺的這個就是照着我說的這個劇本來的，他這個反面教材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